新闻开始来看，诈骗集团要求民众去银行设定约定转销哦，多民众哄骗，一届就哄骗几百万。金管会表示讲，按算伫11月底会来提出3个办法来防止。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，靠银行的警觉甲协助，已经成功收掉48亿咯。金管会要再提出约定转销来预防诈骗哦，会当再来减少民众财产的损失。诈骗手法真侪种，因为目前约定转销hạn价会当达到8万以上，颠倒予诈骗集团有机会快速洗走大笔金额。金管会初步建议3大方向防堵，上近11月底确定。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，临柜组织已经有真好的效果，约定转销也要强化。我们在临柜主诈的这个部分呢，已经有48亿的这个经费被阻拦住。那这一次金管会要推出来的这个预约转账的部分，也是一个主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。银行局会要求银行业者新设约定转销户的时，需要对客户做 KYC 等评估，像无用过也是真少用网银的人，甲高龄者需要评估敢是符合使用习惯。第二，观察新设约转户的销户数敢是异常，像一摆设真侪的约转销户，需要了解客户用途。第三，建议约转销户的联防机制。有立委提起一夜式的广告诈骗，犹原是真侪。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，接到报案，网络平台会伫24点钟来贴落来。民众报案的这个平台有一个大数据，我们会把相关的一个资料，也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案件的一个状况，我们会有一个警示的清单，会给我们的包括财政部、海关等等。另外，超商付费领包裹诈骗，林佑昌表示，4大超商拢有相关的退货退款机制，强调打诈需要政府甲民间业者同齐来拍拼，才会当杜绝诈骗挖紧你甲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